在加密貨幣市場的浪潮中 ，Circle 成為了近期的焦點。周一 ，Circle 股價收漲13.1%，達到151美元，距離其 IPO 價格31美元的5倍僅一步之遙，甚至在6月16日盤中觸及165.6美元的歷史新高。如此強勁的表現，讓市場對 Circle 以及整個穩定幣行業充滿了遐想。Circle 的首席執行官上週末表示，加密穩定幣尚未迎來 iPhone 時刻，但他堅信那個時刻即將到來。所謂 iPhone 時刻，意味住穩定幣將像當年 iPhone 改變手機行業一樣，迎來大規模的普及和應用爆發。從政策面來看，美國參議院最快將在本週二表決 Genius 法案。該法案已完成修正程序，若通過將送交眾議院審議。這是該法案在參議院的最後一輪投票。這一法案的推進對穩定幣行業意義重大。一旦該法案獲得通過，穩定幣有望發展成為互聯網的貨幣軌道，並成為互聯網現金層，尤其是在跨境支付和去中心化金融領域。美國在全球穩定幣監管中的地位尤為重要，政策走向將直接影響全球市場的規則和發展。